金燕玲喺1975年同彩碟軒老闆梁庭斌結婚後，便隨夫定居英國。呢段婚姻持續5年，期間佢逐漸適應英國生活，卻也因文化差異同丈夫產生隔礙。梁庭斌作為餐飲業老闆，工作繁忙，常需應酬，而金燕玲初到異國他鄉，語言不通又冇親友，常感孤獨。佢曾嘗試融入英國社交圈，參加慈善晚宴，學習馬術，但始終難以真正融入。5年後，兩人因性格不合及生活理念差異選擇離婚。金燕玲獨自留在英國，開始嘗試喺當地影視圈尋找機會，卻因語言障礙屢屢受挫，最終決定返回香港重拾演藝事業。1989年，金燕玲迎來第2段婚姻，對象係英國華僑商人。呢段婚姻維持咗16年。期間佢再次定居英國，並逐漸淡出香港娛樂圈。佢曾喺採訪中回憶，第2任丈夫性格溫和，兩人初期相處融洽，但隨住時間推移，佢發現自己對演藝事業嘅熱愛從未消退。佢嘗試喺英國參與舞台劇演出，卻因市場狹小難以施展才華。2005年，兩人因生活目標分歧和平分手。金燕玲再次面臨人生轉折點，係繼續留喺英國過安穩生活，定係重返香港重啟演藝生涯？返到香港後，金燕玲面臨經濟困境同事業低谷。佢曾喺銅鑼灣租住廉價公寓，靠朋友介紹接拍小成本電影維持生計。正係喺呢種背景下，佢同蘇施黃喺麻雀局上相遇。當時蘇施黃以憑藉 DJ 身份喺媒體界嶄露頭角，以直率敢言嘅風格擁有大批粉絲。麻雀局上，金燕玲無意間提及自己離婚後嘅困境，蘇施黃聽後當即表示願意提供幫助。據金燕玲回憶，蘇施黃當時穿着誇張嘅印花襯衫，手指間夾住雪茄，講嘢時眼神堅定，令佢既感意外又較溫暖。蘇施黃嘅幫助並非空口承諾，佢唔單止為金燕玲提供住所，仲利用自己喺媒體界嘅人脈為佢爭取角色。金燕玲曾參演蘇施黃主持嘅電台節目，兩人喺節目中互動頻繁，逐漸培養出默契。同居初期，兩人生活習慣差異明顯，蘇施黃習慣深夜工作，常喺客廳播放爵士樂；金燕玲則偏好清晨練瑜伽，需要安靜環境。經過多次溝通，佢哋達成共識，客廳劃分為2個區域，蘇施黃喺靠窗位置設置工作台，金燕玲則喺角落鋪設瑜伽墊，互不干擾，卻又能感受到對方嘅存在。呢種獨特嘅相處模式延續至今。金燕玲曾坦言，佢哋嘅關係更似戰友而非戀人。蘇施黃雖性格強勢，卻喺生活中給予金燕玲極大自由。例如，金燕玲常獨自旅行，蘇施黃從不過問行程。金燕玲熱衷收藏古董瓷器，蘇施黃便陪佢逛遍香港購物市場，甚至專門騰出書房存放藏品。呢種相互尊重嘅相處方式，令兩人即便經歷癌症考驗，仍能攜手前行。2019年，金燕玲確診子宮癌。手術前夜，蘇施黃徹夜未眠，喺病房外來回踱步。佢聯繫咗香港頂尖婦科醫生，又親自為金燕玲準備營養餐。化療期間，金燕玲出現嚴重脫髮，蘇施黃便陪佢選購假髮，甚至學住自己戴假髮逗佢開心。2021年，金燕玲再次確診乳癌，蘇施黃唔單止承擔全部醫療費用，仲公開表示要賺夠2億保障金燕玲未來。呢種超越常規伴侶嘅擔當，令外界對佢哋嘅關係產生諸多猜測。蘇施黃嘅媒體生涯充滿傳奇色彩。佢最初報考警察失敗，經俞琤引薦進入商業電台。初期作為 DJ， 佢以辛辣點評時事聞名，曾因批評某官員被停播3個月。轉行賣保險期間，佢憑藉口才成為銷售冠軍，卻始終放唔落對媒體嘅熱愛。1999年重返娛樂圈後，佢主持嘅蘇施黃教你煮成為香港收視率最高嘅美食節目，
佢獨創嘅蘇式糖醋排骨配方至今仍在粉絲中流傳。兩人嘅癌症經歷形成特殊紐帶。蘇絲黃2005年患乳癌時，金燕玲全程陪同治療，甚至學會注射星白針。2022年蘇絲黃確診大腸癌3期，金燕玲堅持每日陪佢散步，兩人常喺維多利亞港邊走邊傾，鬆病情傾到人生哲理。蘇絲黃曾說，癌症令佢更深刻理解珍惜二字，珍惜同金燕玲嘅每一段對話，珍惜共同度過嘅每個平凡日子。喺公眾面前，蘇絲黃始終以保護者姿態出現。佢曾喺節目中公開表示，金燕玲唔係我嘅愛人，卻係我生命中最重要嘅人。呢種超越愛情嘅關係定義，喺娛樂圈引發廣泛討論。有學者分析，佢哋嘅關係融合咗戰友情、親情同夥伴情，係當代新型親密關係嘅典型代表。金燕玲喺接受方健儀採訪時，詳細回憶咗同蘇絲黃相處嘅點滴。佢提到，兩人雖同住一個屋檐下，卻保持住驚人嘅獨立性。蘇絲黃常赴國外拍攝美食節目，一走就係3個月。金燕玲則利用呢段時間專注繪畫創作。金燕玲每年會獨自前往雲南採鳳，蘇絲黃從不過問具體行程。呢種既親密又疏離嘅相處模式，令佢哋喺20年間幾乎未發生激烈爭吵。關於外界對兩人關係嘅猜測，金燕玲多次強調，我哋從未有過愛情，卻有比愛情更深厚嘅嘢。佢將呢種感情描述為靈魂共振，喺人生低谷時相遇，喺困境中相互扶持，最終形成無法割捨嘅羈絆。呢種羈絆唔依賴荷爾蒙，而係基於對彼此人格嘅深度認同同信任。蘇絲黃喺媒體界嘅敢言風格，同金燕玲喺演藝圈嘅低調形成鮮明對比。佢曾喺節目中公開批評某明星耍大牌，引發軒然大波；亦曾喺慈善晚宴上怒斥某富豪吝嗇，成為次日頭條新聞。但面對金燕玲時，佢卻展現出難得嘅溫柔。金燕玲曾說，蘇絲黃喺屋企從不大聲講嘢，總係清晨為佢準備熱牛奶，深夜為佢留一盞小燈。兩人嘅經濟關係亦頗具特色。蘇絲黃負責屋企主要開支，卻從不過問金燕玲嘅個人消費。金燕玲曾用多年積蓄喺雲南購置小院，蘇絲黃唔單止全力支持，仲主動幫忙設計裝修。呢種財務獨立又相互支持嘅模式，令佢哋喺金錢問題上從未產生矛盾。喺健康管理方面，兩人形成獨特默契。蘇絲黃患癌後開始注重養生，每日清晨5點起床打太極。金燕玲則堅持每日瑜伽，兩人常喺客廳各自鍛煉，偶爾相視一笑。佢哋嘅飲食亦隨健康狀況調整。蘇絲黃化療期間，金燕玲專門學習營養學，為佢制定低糖低脂食譜。金燕玲化療後需要補充蛋白質，蘇絲黃便親自落廚做鯽魚豆腐湯。社會學家對兩人嘅關係模式進行過深入研究，有專家指出，佢哋嘅關係打破咗傳統親密關係嘅框架，展現咗當代人喺情感需求上嘅多元化選擇。呢種關係唔依賴婚姻制度，唔追求形式上嘅綁定，卻能喺漫長歲月中保持穩定同溫暖，為現代社會提供咗新型親密關係嘅範本。金燕玲喺演藝事業上嘅堅持，同蘇絲黃喺媒體界嘅拼搏形成呼應。佢曾喺60歲高齡出演舞台劇《金鎖記》，連續3個月每日排練10小時。蘇絲黃則喺佢演出期間包下整個劇組1個月嘅午餐。呢種相互支持唔單止體現喺生活中，更滲透到各自嘅事業追求中。關於未來，兩人都有明確規劃。金燕玲希望喺雲南小院開設繪畫工作室，教授當地兒童繪畫。蘇絲黃則計劃拍攝一部關於香港美食嘅紀錄片，記錄即將消失嘅傳統手藝。佢哋約定，無論邊個先離開，都要喺對方最愛嘅雲南小院舉辦追思會，播放兩人共同喜愛嘅爵士樂。喺採訪最後，金燕玲提到一個細節，
每年除夕，佢哋都會喺客廳掛起兩人共同製作嘅紙燈籠，燈籠上寫住自由意志，呢個係佢哋關係嘅核心。佢哋用20年時間證明，親密關係唔必拘泥於形式，真正嘅羈絆來自靈魂深處嘅理解同尊重。如今71歲嘅金燕玲同蘇施黃依然保持住清晨散步嘅習慣。佢哋常說，人生就似維多利亞港嘅潮水，有漲有落，卻始終向前。佢哋嘅故事，或許正係對陪伴係最長情嘅告白最生動嘅詮釋。唔係愛情，卻比愛情更長久；唔係親人，卻比親人更懂彼此。呢種超越常規嘅情感模式，喺喧囂嘅娛樂圈中，顯得格外珍貴而動人。好了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